咁做好晒呢啲工序之後，就可以開始殺沙仔噶咯噃。記住殺沙仔咧，就要喺石屎場拆板當日即刻做。咁至於講到開料咯，都好講功夫噶。Chinese 功夫我識噶，不過開料功夫咯，就梗係要請教炳叔你啦。嗱，咁你聽住咯。首先英泥同沙嘅份量就係1:2，跟住要放喺甲板上邊溝勻。你知啦，地盤有好多淋滲嘢噶嘛，咁樣就包唔會滲入其他雜質而影響英泥沙嘅質素。然之後將溝好嘅英泥沙倒入桶，再加水攪勻，直至變成稀糊狀為止。咁大家記得數口要精啲，要用幾多就開幾多，因為溝好咗嘅英泥沙超過1個鐘就唔可以用噶啦，到時開多咗啊盞嘥嘅咋。好，炳叔講得好，大家又做得好，唔怪得知啊，就連呢位靚女都要錫啖你哋做獎勵啦。所以話做嘢做得好，自然有回報。好，等我都講好啲先。嗱，喺殺沙仔之前呢，就一定要先將黐喺石屎面嘅板皮、鐵皮、板模油同石屎剪口等等嘅物料咧清除晒佢，仲要將石屎面嘅燈箱窿位用適當嘅物料塞好，先至可以施工嘅。完成咗殺沙仔之後，就記得要清理翻啲物料啊。嗱，咁我問你啦，如果發現石屎面有黃蜂竇又點呢？就要第一時間通知則師同埋根據工程師批准嘅方法修補妥當。而且喺做之前呢，工友仲要先喺石屎面淋水，沖乾淨石屎面嘅污糟嘢同埋油漬，嚟到增加沙仔嘅黏貼程度。大約1個鐘頭啦，石屎面差唔多乾啦，咁先至可以殺沙仔嘅。冇錯啦。咁喺殺沙仔嗰陣時，記得要注意沙仔嘅覆蓋密度。沙仔同沙仔之間嘅空位就唔可以大過50×50mm，唔係就會影響批盪同埋牆身嘅黏貼噶啦。做完殺沙仔咧，就要等佢乾透之後，再淋水嚟做養護，即係好似啲女士冬天塊面乾燥，都要噴翻啲營養水嚟到滋潤一下咁解啫嘛。至於淋水嘅時間同次數咧，就要視乎天氣而定啦。總之咧，以上步驟做得夠足，棟樓質素自然十足。如果殺沙仔唔可以喺拆板之後即刻進行嘅，咁就要做後做殺沙仔工序噶咯噃。咁其實做法咧，同之前講嘅都差唔多嘅啫，只不過係材料混合嗰陣時咧，就要加多隻行內人叫做白膠漿嘅加強劑，即係 bonding agent。咁都唔係你話加就加噶，的士加價都要預早通知啦。所以呢隻加強劑咧都要預先俾則師批核過至用得嘅，而且加都要加得其法。首先就將英泥同沙溝好，然後再將水同埋加強劑混合。加強劑嘅混合比例就要參照生產商嘅指引，過期嘅加強劑就千祈唔好用啦。到最後將已經溝好咗嘅加強劑倒埋入英泥沙度，再搞成糊狀咁先用得噶。嗱，加要加得其法，咁用都要用得啱時候嘅。各位工友大哥，用呢啲料嚟到施工之前呢，記得要清理好石屎面，同埋喺淋水之後1個鐘頭先至好開始殺沙仔啊！做到直至合乎規格為止，咁就啱啦。啱咁就抵錫啦，醒你哋靚女熱吻一個啦！哇，正喎，炳叔，正咧。不過我哋做嘢都要正先得噶，因為工程監督會喺殺沙仔之後7日嚟進行驗收，檢查下殺沙仔嘅密度，同埋用鋼絲刷嚟測試下殺沙仔嘅強度。如果唔合乎規格，就要鏟翻走，再跟後做殺沙仔工序重新做過噶啦。照炳叔你咁講咧，如果係用鐵板模嚟到落石屎嘅牆身，就要小心啲咯，因為佢嘅石屎面會比較平滑，而遺留喺上面嘅板模油咧就會影響黏貼嘅程度，所以一定要等板模油揮發之後，同埋等石屎凝固得夠硬，先至可以殺沙仔嘅，唔係就真係做咗都嘥氣啦。咁就係咯，而且喺殺沙仔之前，除咗要將建議書同埋所用嘅加強劑預先俾則師批核過之外，
仲要記得用高壓水槍清洗牆身，將石屎面嘅污糟嘢同埋剩低嘅油漬沖乾淨至好啊！之後咯，就可以照住頭先所講，正確嘅沙沙仔程序嚟到施工，直至合乎規格為止啊嘛。放心啦，炳叔，我哋做得優質之時啊，棟樓都起得優質啲啊嘛。難成。如果地盤裏邊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